来到谁来做客，万人来了。大多数的台湾人吼，怕对缅甸如感觉过生疏啊，下摆会听到缅甸呢，咩家家咩过好嘅新闻吼。啊，我哋浏阳嘅10公日前，缅甸人发生呢，网页台嘅地图非常严重啊。2020年的内战呢，咩实质都同体嘅信息非常嘅唔透明哦。不过，我哋今日嘅来宾呢，伊喺缅甸做志工服务、华文教育嘅服务已经有半年了哟。虽然伊非常后生吼，我哋今日都来了解伊嘅故事。伊喺缅甸华文教育服务团嘅团长林雨珊，欢迎雨珊。Hello， 大家好，我是雨珊，我是桃园龙潭人。喺龙潭啊，你做的事情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对，古总啊呢，今天的节目录有请雨珊来，那也要借由雨珊带来的一些小物来认识你。好啊，好啊。那我们就先来看雨珊带来嘅地方，也嘅一些小物，哈，黑马嘅，俺来下小助理，我俺来看。好，哇，我讲呢，一个卡棒哎，一个很漂亮的背包。对。这个是我大学的时候去泰国做国际志工。那因为我那时候念的是教育科系嘛，所以我自己很喜欢去做教育类的志工服务，所以我就到了台北的一所学校做服务。服务结束的时候，当地小朋友一起送给我的小礼物，算是一个有民族风，而且上面有泰国大家最熟悉的大象。所以是你大一。我去泰国的时候是大二的寒假。那你保持得很好哎。对，因为我就是只有在当地的时候放一些零钱啊，或者是进班上课的时候随身放手机、钱包使用。对，那我自己是觉得在当地教学服务的经验对我影响很大啦，因为他后来也决定了我决定把这个东西变成是我的工作，所以我一直把这个就是收藏得很好。你第一次自己就去印度？对，那个时候是等于就是我 search 一些平台上面有一些 NGO 他们会想要招募志工，那我自己觉得印度这个国家还算蛮有挑战性的，那可能平常大家也不会去这边旅游，那很多人都推荐去这边独旅，可以重新认识自己或者是认识这个世界，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写 email 给当地的 NGO， 那他们也很欢迎我去做志工。不过你第一白去到印度哈，第一次去印度做志工服务，这个服务的冲击跟在台湾做我觉得是大的，因为在台湾的话，毕竟语言跟文化比较熟悉，所以我们其实不管在台湾哪个地方，基本上跟人的交流，深度都可以到达一定的程度，因为我们都听得懂彼此在说什么，文化也比较类似。可是我去印度的时候，其实我去服务的据点在贫民窟里面的特教育幼园，所以很多人其实也不通英文。那我就有点就是整个从头到尾跟他们互动的过程中，有点在鸡同鸭讲，或者是在比手画脚，所以你就会觉得哇，你好想要帮助他们，或者是好想要了解更多，但是你会发现两个人之间的交流或者几个人之间的聊天会一直被卡住。当然欢乐还是很欢乐啦，可是你就会开始去思考说，那好像自己的贡献很少这样子。好，刚刚来了看听以后，你再带来给我品，看看是什么。一个我讲给也是笔记本，对，又是有大象风格的，因为这个是我真的是非常珍藏、很喜欢的一个有民族风的一个笔记本。那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用手写的感觉，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都太习惯用手机、用电脑做通讯，其实很少会有手写。可是因为其实我们做这个工作，每天可能要看很多会啊，或者是有很多东西要记录，所以我自己都是会用行事历以外，还会再准备一本这样的笔记本去记录我的一些工作内容。这样是可以打开的吗？可以啊，可以，里面应该就是记录一些，因为这是最近期才刚换过书套，所以就是里面就是应该记录一些我们最近的一些在缅甸、在泰国地区志工服务的活动，或者是一些物资规划，然后相关的一些。所以你是会里面换，但外面都不换会彼此一直用这个。对。可是你真的很会收藏东西，都会看起来很新。就是我都会把它放在包包里，然后都不会让任何的就是饮料打翻在它上面，或者是在当地的时候也不会让它掉在地上。真的就是珍藏这样。对。不过你讲去到印度过后，然后开始思考，我做的事情是不是有意义？然后后来有人建议你去到台北。
所以你就去了台北。我就去了台北，那时候是我大2寒假，然后我整个大学期间去泰国总共去了11次吧，对，10几次。因为我后来在泰国的中文学校服务的时候就很有感情，因为我觉得小朋友跟我都可以完全用中文讲话，他们升旗集合的时候唱国歌跟升国旗是跟台湾是一样的，青天白日满地红。那我也看到他们使用的教材，可能是台湾传统国立编译馆的教材，或者是台湾市面上坊间的教材，或者是侨委会捐给他们的课本，我就觉得那感觉好熟悉哦。然后我分享给我身边的爸爸妈妈或者老师，他们就说什么哇，这不是我们小时候用的书吗？怎么在这边现在还有学生在使用？我就有想说帮他们多做一些事，所以我后来的寒暑假甚至学期间遇到比较长的假期，我就会一直带很多不同的朋友跟我一起到台北去做志工。那我们那时候也是帮当地的学校，就是想办法用义卖的方式凑款买了一台新校车，所以可能在网络上面会看到一些新闻，就是我们当时的这个计划在推动，有很多志工一起协助。那我们就在台湾爱心义卖，那要凑120几万台币去买一个全新的校车给当地的学校使用。那那边不但像是做教育，就是教一人中文，是教中文吗？对，教中文。因为学校里面的话，基本上学生来学习也跟台湾一样，就是有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然后大家就是会安排课表，然后会学国语，然后也会有一些其他的科目，比如说生活科、社会科，基本上就是看中文学校里面的老师有什么样的专业，那就可以安排学生怎么样上课。所以我们志工过去的时候，通常也是跟当地的老师也会一起合作啦，因为我们可能可以交流一些，我们在台湾是怎么样上课的，我们习惯怎么跟小朋友互动。对，那怎么样可以带小朋友有更好的学习成效？那有一些课程就会交给我们来负责，所以其实跟小朋友的互动还蛮多的。能去就不单像会搞中文哈，像你刚刚说，你们还跟花西钱筹钱买了校车，而且是不是你们还帮忙整顿茶园什么的？有，那个后来事情就越做越多，因为随着一次一次去，你就会发现想做的事情真的很多啦，不是只是短期的服务。所以我们首先当然发起的活动就是义卖，然后凑钱买校车。那一次一次去的时候，就更了解学校和社区的情况。当然他们也会跟我们分享学校有茶园，那一直希望茶园可以有好的经营，然后有好的产品，可能这样子可以用一个比较故事包装的方式，让大家认识台北的这一群人。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协助，就是帮忙做一些产品故事的行销，然后也希望这个茶真正卖出去之后，可以有一些盈余啊，来回馈给学校做学校的运作。那也希望茶园里面工作的妇女可以是社区的妇女，那这样子小朋友的妈妈或者他的家人就不太需要移动到曼谷或者是其他大城市工作，而可以留在社区。对，所以就为了做这些事情，我大学才去了10几次。哇，去10几次，很厉害耶！就是大概3个月、5个月去一次吧。哇，对，所以还蛮常去到那边。那对当地来讲，他们也就会觉得说啊，我可能跟一般只去1次2次服务的志工不太一样，就比较熟悉啦，像家人一样。所以我也是因为这样，在那边认识了很多缅甸过来的学生，因为其实泰国的环境还是比缅甸好一些，也比较安全、比较稳定。所以其实台北有很多缅甸过来生活、工作的老师，或者是他们的孩子。那他们就常常也会跟我聊天啊，就说啊，老师你有机会可以到缅甸啊，到我的家乡啊。那我就心里想说，哇，缅甸这个地方对台湾来讲更陌生，身边几乎没有人去缅甸旅游，而且我本身家里面跟缅甸也没有渊源，我们也不是缅甸华侨，我们也不是侨台商。对，但是因为他们邀请了，所以我后来毕业以后就把整个重心都前往缅甸。就会按那个路径，先去印度，过去泰国。去到台北，对，然后又到缅甸，又到了缅甸。好，我哋看天上方，23帶來嘅物品嗬，看下身，希望嘅，哇哦，這個有點大，哇，很大的，一歲教育，哇，你還那麼年輕就已經拿到傑出校友，對，就是感謝這個母校的肯定，因為這是去年的時候，就是有回母校武林高中，就是選上傑出校友。那我自己覺得它就是一個
大家可能大部分的杰出校友都会有一个既定的形象，是一些特定的职业，对，或者是在商界、政界相对都很成功的前辈。那个时候老师跟校长或者遴选委员的想法是觉得，如果在这个教育公益界也可以有一个代表的话，还不错。所以我就把我自己从学生时期做的事情，到毕业以后变成了我的工作，可能这10年吧的经验稍微整理一下，做了什么事，然后可能有得过奖，或者是之前有跟总统接见，跟他们分享我们在做的事情，就全部整理完，然后就报到学校，后来就有成为杰出校友。也个是表示讲，学校韩国每件都感觉做的事情是非常重要，因为如像你讲的，以前人如果感觉可能是社会能见度很高，或是赚很多钱，才会是这个标准。对，你的你的如迄本人的提讲。你睇啥地方有各种需要做嘅事情呢？有的人可能无按本人看到，不过也係非常重要嘅。对，而且因为之前曾经就是2019年的时候，我也曾经带母校武陵高中的学弟妹去缅甸服务过，20几个同学，所以我一直有把这个服务学习的这个量能，带回来台湾，带回来桃园，然后就是只要有年轻的伙伴想要尝试这个走出自己的生活舒适圈，我就会带他们一起做规划啦。所以对母校来讲的话，他们也觉得，小朋友可以有一些这样子国际的移动力跟适应力也很好，因为国际移动也不是只是移动去先进国家，有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在也许是发展中国家，就是也是很锻炼自己，然后也可以发现到自己其实有很多不足，因为真的你在相对不方便然后不舒服的环境下，你才会真正看到我自己有什么跟我自己需要什么。我们第一团小课第一个2023给做志工服务的路径，我们下一团呢如果来冲掉的并到缅甸呢，对，先上哈茶，对，我们等一下再来聊缅甸。好的，未来的3个月、6个月，那可能就会有很多失亲的儿童，没有家园的人，那他们要去哪里？对，然后他们的工作呢，可以继续做吗？或者是他们可能因为地震变成残疾人士，那他后续要怎么办？接来做客慢言来聊，今日来抽了的是缅甸华文教育服务团的团长林义山。到23讲到伊太好1年生，如即个去到印度，一堆人去做志工，后来去到泰国、台北。有一个机缘去到缅甸，我们今天做访看到很多都是跟缅甸有关对，当然这个很吸睛，就是哇，真的新颖的也笑容，小朋友的笑容真的就是对，就是这样子的灿烂、纯真、可爱啊！这个很大所以你是挂在哪里吗？我是挂在我们1楼办公室店面的，就是布置啦。因为我自己后来单位成立以后，就是我也希望可以用比较多元的方式和大家说故事，所以我在龙潭这个地方，我是1楼开了一间公益早午餐店，后面做了一个烘焙坊，就是有出我们单位自己的产品。2楼才是我们真正同仁的办公室，还有会议室。那1楼的地方，我就希望在空间布置上，客人来到这个现场，他可以从这些照片中，或者是从我们的食物中去发现，原来这里跟缅甸有一些关系。那背后原来有一个团队在为了缅甸的偏乡教育做这些事情。所以你看到这些照片是我们店里的布置，今天把它带来。那像这个的话，是小朋友脸上涂的这个防晒，应该算是东南亚里面只有缅甸有，是他们天然的一个防晒，然后小朋友都会在脸上这样子画。那它是一种植物，叫做 Tanaka。那个植物，它去把它磨成粉，树干磨成粉，然后沾了水之后，然后可以作为防晒或者保养用。而且我看到相关的报道，你一块是我去缅甸是为了要提供彩色的教科书。我当时是因为我第一次接受他们邀请我去缅甸的时候，当然大家都很兴奋嘛，就会觉得说啊是台湾来的老师，所以我去到学校里的时候，小朋友就会给我看他的课本。那当时缅甸的课本状况比泰国还不理想，他们都是用黑白影印的，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取得全新的教材。
那我看到上面是应该是国立编译馆的书嘛，就是我们上一代我爸爸妈妈那个年代是用国立编译馆的书。对啦，我也是你们。刚刚突然讲说是爸爸妈妈是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对，国立编译馆的书，我当时觉得说哇，怎么现在还有人在用这个？那他们就说，老师，那你的课本也是用这个吗？因为他知道我是台湾来的。那我就跟他说不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一些民间大家熟悉的那些参考书或者出版社上。那我就说我们的课本是彩色的，我就先这样简单讲。而且就算我们小时候的国立编译馆也是彩色了，对啊，当然那是因为他们当然复印的品质没有那么好，然后彩色墨水也比较贵，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说，那老师台湾彩色的课本长什么样，就是可不可以带给他们看。那我觉得这句话也是触动我啦，因为我当时其实已经大4了，快要大学毕业，我就有想说，那我毕业以后是不是有可能把我喜欢做志工的这件事情变成是我的工作？那就也因为小朋友讲的这句话，所以我回来台湾之后，我就开始去找出版社，我就问说，现在在那边有一些这样子的孩子啊，那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把台湾库存的一些书捐过去？那出版社也都非常的有爱心，就响应我们这个行动。那我也就开始觉得，我好像不能再以个人的名义来做这件事情，一定要成立一个正式的单位，然后我们可以正式的跟大家劝募，可以开收据，可以把这些货物平安的送到那边，分享给有需要的学校。所以我毕业以后就开始正式做这件事情。那一年是2017年，就是毕业即创业，就是做很特别的，对，毕业即创业，不是为了赚钱的创业。对，那时候真的是每一个小活动需要多少钱，我们才赶快去找钱。其实对组织经营还不是很有经验跟很有想法，所以那时候我跟2-3个核心伙伴，大家都是志工的身份，但是又是全心全意的投入在其中。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桌上还有很多，其实好像都是跟当地小朋友有关的。对，因为其实我每次去，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很特别，就是志工对我们来讲反而是过客，因为我们一批一批带的志工都不一样。但是当地的小朋友对我们来讲，我们反而是看着他一路成长，从2017到现在。因为小朋友我一开始认识的小学，现在都已经念国中，快要毕业了。所以对他们来讲，反而我们比较像是家人或者朋友的关系，反而是志工，我们跟他们 say hello， 然后过一阵子他们服务完回来台湾之后，又是下一批新的志工来，每一次去的人都不一样。那也因为我们跟当地学生的感情会比较深厚啦，所以每次去都会收到很多他们自己做的一些小纪念品，小朋友做的。对，那当然有的时候他们帮家里做这些手工艺的话，是希望当然是可以赚一些外快，可以卖钱这样子，在一些观光区域啊，或者是集中之后再卖到大城市。然后他们自己也会做了之后来送给就是像跟我们比较熟我们单位里面的伙伴，那我就会把他们都收起来，有时候很累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看一下，回去回想一下这些小朋友跟我们的这些交集和故事。那这是什么？这个的话也很特别，这个是相思豆。因为其实当地跟我们很有感情之后，他们就有在季节的时候会把这个相思豆红色的一颗一颗，跟我们的不一样。对对对，小时候其实也有一阵子会流行。对啊，他们就会去捡。台湾比较大，台湾比较大，对，它真的小小的，他们就去捡，然后就收藏成一袋带给我啦，就是算是分享给我说啊，老师我们会想你啊，对，希望你要常常能够回来。所以我后来开始工作以后，我的生活模式大概就是1个月在当地，然后可能2个月在台湾，大概在那边有1/3的时间，就活得很像缅甸人。你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在当地？有几个比较印象深刻的，当然有像我们资助的孩子，从小到大看着他，可能是刚开始跟我们讲话互动都很紧张，然后慢慢长大之后，他可以成为照顾更小的弟弟妹妹，可能是学校里面的干部，或者是高年级的小朋友。未来我们也都是期待他们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台湾继续升学。对，但是因为缅甸这几年局势不是很好。所以有几个我们资助的儿童，后来就是因为少数民族的部队起来之后，就有把他们带去部队里面，就等于征兵，进去打仗，所以就中断了资助。我觉得这对我们做这一类工作的人来讲，还蛮冲击的。因为其实社福工作本来就是需要时间的累积，你才会看到一个人的改变。
可是因为国家自己本身结构性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讲我们自己叫外力好了，有的时候我们外力能做的事情很有限。我们虽然可以尽量的提供他资源，让他不用担心，不用有经济压力，可以一路这样子学习，甚至是一些没有爸爸妈妈照顾、失亲的小朋友，我们也可以找到收容跟安置的地方来陪伴他成长。但是终究他到了15、16岁。或者是接近成年以后，他的安排是不是能够像我们所期待的？也许是在学有一个更专业的专长，然后回馈社会，其实不一定。那尤其局势不好之后，大家的后续安排都蛮多舛的，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印象很深，然后常常一想到就会觉得哇，也好揪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两位你去做子宫夫妇，如黑冲控过困难的地方嘛，比较困难的地方才会越需要你们。对，可是你们在很艰困的地方，就会很常受到打击。对，尤其局势不好之后，大家可能就是需要迁村啊、搬移学校啊，或者是小朋友的家长受伤了，或者被征兵，或者被抓走了等等。那他的后续照顾，也许他就要改去亲戚家，改去远房的朋友那边安置等等。所以我们在做小朋友的辅导，或者是老师的培训上，都会有很多要配合调整的地方。那会不会有时候挫折感大到会想要退却啊？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因为我个性上还蛮正向的，我比较没有遇到真正想退却的时候。然后加上因为我很常去到现场，所以我觉得去到现场是一种充电。对我自己而言，去到现场，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然后我现在周边做的这些努力，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它可以让我更有量能。所以我自己是，虽然身边人都会觉得说，哇，缅甸那么辛苦，现在还一天到晚停电，然后断网，然后你还一直跑到前线去，但我觉得去前线的时候，比我在台湾得到的量能还要多很多。所以我通常都会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调整一下这个压力跟节奏。我们亚节目其实已经留给四五十位，可能有哦，4、50位。然后雨山是亲某韩那一类，因为你是唯一要上节目前跟我们刚刚中间因台宽恕给一直在联络的事情。是，就是通常我们会觉得是那种做大事业，他的确是做大事业，因为为了缅甸赈灾的。对，最近刚好比较忙碌，因为我其实上个月份也是去缅甸出差，然后回来台湾，过了几天之后，缅甸就发生大地震。那这其实是我们做这个工作8年多来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天灾。那我自己跟我单位讨论，第一时间我们就是决定要来做赈灾的行动。所以这2、3周我们大概都是在忙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等于在地的同仁，还有一些志工的伙伴都已经移动到灾区。那就变成常常需要跟我们台湾团做联系这样。雨山公下礼拜没有去？对，下礼拜我也要去缅甸了，因为可能台湾这边公益募资或劝募的事情安排好之后，我也会到现场去，就是去了解。其实修复工作是一件非常长期的事啦。第一时间大家媒体看到的报道，一定都是进去先去救人，黄金时间先救人，再来就是这些灾民会有一些安置的问题，然后他们日常的伙食，因为几乎家园都全部被摧毁了嘛。对，但是其实更漫长的是未来的3个月、6个月，那可能就会有很多失亲的儿童，没有家园的人，那他们要去哪里？对，然后他们的工作呢，可以继续做吗？或者是他们可能因为地震变成残疾人士，那他后续要怎么办？那这些东西其实虽然媒体或者是国际资源可能会慢慢退场，没有关注。但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是长期在做缅甸这个议题的组织，那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所以我会过去布置一下接下来儿童安置的一些照顾。今天缅甸陆地我做的事情非常多故说难怪我非常无憾，因为你要做的事情真的太多，细项也真的太繁杂了那下一团呢，如果你3位带大家去看，头都一块是有讲他们有开一个简餐咖啡店，对。然后兼办公室、兼会议室，刚才带他录一看看啦。好，吃哈茶。那我一直都觉得发现问题都不难啦，关键是大家看到问题之后做了什么行动。现在根本就不缺那种出来评论或者是发表意见的人，缺的是大家看到问题之后，你愿意持续在这件事情上付出多久的时间。
哦，这里是桃园龙潭的石门水库附近，那也是我的家乡。我自己本身在这边出生，还有长大，很喜欢这里的环境。有时候工作比较忙或者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就会出来散散步、走一走，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魅力。因为我们自己成立非营利组织嘛，所以常常会面临当地的一些状况要做调整，也要规划一些台湾的物资啊、志工送到当地的事情。那有时候时间都蛮紧迫的，又还要向社会大众募款，有时候就会觉得压力比较大。这边就是我们开的公益早午餐店，带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们那时候做跟缅甸有关的工作，然后也一直都有向社会大众介绍我们的公益行动，我就觉得可以用更多元的方式说故事，让大家可以不一样的方式来认识我们。所以1楼的空间，我们就开了这间公益的早午餐。餐点里面有做缅甸的咖啡，还有缅甸的奶茶，希望大家可以借由这些好吃的东西来认识缅甸这个国家，也可以间接认识我们单位。我们这边主要就是店面的餐点，除了是用缅甸的餐点之外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每个月的盈余都可以支持协会的运作，因为协会在台湾其实也要办很多的活动，向社会大众介绍，所以我们希望这部分可以让我们不要有那么大的募款压力。那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缅甸华文教育服务团2楼的办公室。平常我们的同仁就会在这边开会、办公，一起讨论今年志工要去做什么样的服务或者募集物资。OK， 那男女生的比例，学校目前有说这个重复在报名的人可以让他去还是不行？这边是我们缅甸华文教育服务团在台湾的办公室。平常在这边的话，同仁就是会去规划我们例行性在做的计划，比如说像是今年什么时候志工要出去培训的状况，还有要送出去海外的物资调度的怎么样，又或者是我们可能在讨论当地资助儿童的个案，需要把一些资讯带回来给台湾的资助人，让大家可以更了解缅甸还有泰国北部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最近的话，因为刚好遇到缅甸的大地震，所以我们有在做一些赈灾的行动，包含一些难民紧急的生活安置空间，还有一些物资的提供，那还有做一些灾民的一些餐食提供。那接下来我们也会针对失亲的儿童做一些后续的安置照顾。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在接收台湾各处想要跟我们合作公益团体的一些联系，然后也跟一些企业争取长期合作的可能。我们自己是希望在缅甸当地其实有很多想要学习的人，但他是缺乏机会跟资源的。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就是想要学习的人都有一个公平学习的机会。我觉得缅甸华文教育服务团一直都不是因为看见希望才选择坚持，而是因为我们一路上坚持，才能够逐渐成就他们的希望。来做客欢迎来了，头都雨山带大家去到宜兰台龙塘三门嘅早午餐店，经营的看起来很不错就是我觉得还算有一点点地方的人在做支持啦，因为我自己是龙潭石门人，我是念石门国小、石门国中，所以那个地方本身是我熟悉的家乡，爸爸妈妈也都是生活在这边。那我那时候就有想说，随着我们单位已经好几年了嘛，总是要有一个比较正式的办公空间，所以就选在石门山登山口明志路上找了一个透天，对，我1楼开了一间公益早午餐店跟烘焙坊，那2楼就是我们单位的办公室。那其实有很多的客人或者是来支持的朋友，也都是龙潭在地人。大家可能来爬山啊，或者来水库走走之后，他们就到我们店里来喝咖啡，然后吃早午餐，那也认识我们在做的事情。而且你们是很多都是缅甸的食材。对，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借由这些缅甸的食物跟元素，让大家认识到，原来缅甸也有这些特色。原来比如说缅甸有咖啡豆。精品咖啡，然后原来缅甸有奶茶，而且跟隔壁的印度奶茶和跟隔壁的泰国奶茶是不一样的。对，那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让大家知道缅甸还是有它很有特色的地方。那间接的，一定大家就会问说，那你们跟缅甸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你们会特别就是介绍这些餐点？
那我们才会跟他说啊，我们其实是一个在关注缅甸的一个社福团体，然后我们一直在做很多偏乡教育的工作，这边开启一个话题，对，跟他介绍，对，然后他也可以从店面里面我刚刚说布置的那些照片，去知道说，哎，那这些小朋友是，然后我们就会跟他分享这些事，比如说我们送书过去，小朋友正在读台湾的课外读物，或者可能是我们资助的儿童，然后后面是他的家，等等等等，这样就可以跟大家有一个分享。那我们店里的手工饼干，还有蛋黄酥、芋头酥这些，也是我们烘焙坊自己做的。所以我店的后半部就是我们有一个烘焙的工作区，那我们是培力缅甸侨生在台湾读书之后，他学有烘焙专业之后来做这个产品。那我希望就是让大家在吃这个东西，或者是把这个点心送礼给别人的时候，也都可以间接的认识我们。所以我当时是把这个手工饼干的这个品牌取作叫甸记啊，缅甸的甸，甸记，因为我们在台湾，我们一样惦记远方的小朋友。那会送礼的人一定也是惦记的对方，才会想要送一份礼给人，也给别人嘛，所以我就取这个名字。应该也想起来，当初大学1年级，你就会投教育系，可能想起来有点相关，但是你后来做的很多事其实都非常延伸哎。其实你等于你看你又要创业，然后你要做那么多很复杂的事情，就我觉得是一种我们自己在回校园分享，或者我也常回大学念政大，回政大演讲的时候，我们聊到的就是说，这是一种可能是教育社会的创新。就是可能大家传统看到教育系就会觉得说啊，毕业之后一定是当老师，不管是哪一个学习阶段，但是应该就是老师这个职业形象还蛮鲜明的。可是其实教育工作的实践在真正的现场有很多种类型，像我们的话像是教育非营利组织，那现在也有很多出来做教育社会企业，或者出来做实验教育等等等等，其实都蛮多元的。那我觉得都可以让现在的年轻人，现在在读大学的这些学弟妹，他们也都可以认知到说，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被实现的，只是你要怎么去想办法把你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落地这样。你当初有嘛个参考哈？因为台湾好像参考的并不多，那你自己好像等于是自己有点单枪匹马去闯吗？会有这种感觉吗？我觉得是我觉得刚开始初期都是土法炼钢啦，都是比如说这次我想送物资，我就去联络海运公司，然后问他我们需要这些钱，那我们就去尽量募款凑到这些钱。那都是要做了2-3次以后，甚至遇到一些问题以后，才会知道说那我们其实可以去请教有哪些单位其实做得很好。台湾其实有很多公益组织在海外的工作都推展得非常非常厉害。那我们可能就会去跟他们请教送物资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们实际在当地，我们现在有办学校，那怎么样去跟当地让这件事情合法化，让这件事情具有永续。那这些我们就会去跟一些这个圈内的前辈去请教。那到后来超过了3年，超过了5年之后，我觉得我很大的心思都是放在组织的经营，尤其是财务面。就是你会开始意识到说，我们的整个年度预算要怎么样去评估，其实就跟开公司一样，虽然你是社福单位，但你一样还是要去想你这些每个计划大概会占多少预算。那你可能会跟政府申请补助，你可能会跟企业合作，或者你可能会跟其他公益组织一起来执行一些案子。那你要怎么样确认你的量能可以做这些事情？因为还是要照顾到一起工作的这些伙伴。你当初一定没想过，念教育系最后是要做很多这种管理上面。对，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那做这些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那教育专业是不是最绝对的？我觉得其实不是，因为其实你会发现现在的很多工作，它其实要很多跨领域的能力。那我自己大学的时候都还认为我会当国中老师，因为我其实是我们系上的公费生，就是毕业之后他会直接分发，不用考教师甄试，就会变成正式老师。所以我那时候都只是想说，我应该就会成为国中的社会科，我是公民科的老师。那后来毕业之后，我要做这件事情，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在教育现场服务，所以我其实那时候还签了一个违约，就是公费要赔款，我就把我等于大学领的所有奖学金全部又再还给国家。我就跟我爸妈说，我现在要专心做这件事情，我要成立协会，我要认真做了。哇，爸妈一开始应该没物件你可以做嘛？给他们不知道你在干嘛。他们一开始可能觉得就是学生时期有时间，所以可以做志工，但是毕业以后应该还是要有一个讲出去，让大家可以知道你在做什么的职业。
对，所以那时候我刚跟他们讲的时候，当然他们还是觉得很冲击啦，会觉得说哈，那这样子你以后的日常生活你在干嘛？然后你真正要怎么样让这个协会可以运作起来？所以我那时候也是要花很多时间去跟他们分享，包含我可能就要举一些其他人在其他国家的例子，因为其实有很多前辈在国外的很多国家都做得很好，然后我就跟爸妈分享，那他们也就抱持一个，那你先试试看。那他可能觉得可能1、2年、2、3年吧，结果没想到这样一做到现在30岁都还在做。哦，所以一开始也没算家庭革命。没有，我其实蛮幸运的。我觉得在这条路上，我听过很多人都需要花很多时间跟家里沟通，但是我觉得我爸爸妈妈在看到我有想清楚，也确实有按部就班的前进之后，他们都还蛮支持的。像我爸爸的话，也跟我一起去缅甸做志工。因为我爸爸做那个室内设计装潢，所以我请他号召一批志工跟我去帮当地盖图书馆。对，就是做他们工程专业的服务啦。所以我爸爸也跟我一起去过现场，那他就更知道说我们在做什么事情，以及现场有什么样的需要。那么很细的时间，爸爸如果带你去做志工？对，我学生时期的时候就有啦，因为爸爸姐姐啊都还蛮喜欢做志愿服务的。只是爸爸的志愿服务大概都是聚焦在居家修缮，比如说可能是一些弱势家庭，对，或者独居家庭的一些居家修缮。那我们就是去打杂嘛，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帮忙去做现场的清理啊、清洁啊，我们说叫打下手的工作。姑说有一点家学渊源嘞吼。对，因为能都卡，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我跟爸爸的个性也蛮像的，就是我们都是属于觉得在志工服务这件事情上会认识到很多正能量的人。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好的，而且也可以借由这样去参与不同的议题。那我一直都觉得发现问题都不难啦，关键是大家看到问题之后做了什么行动。所以我每次在演讲的时候，我也都会跟大家带到最后这个收尾或者是这个概念。那我觉得社会上本来就有很多值得努力的事啊，现在根本就不缺那种出来评论或者是发表意见的人，缺的是大家看到问题之后，你愿意持续在这件事情上付出多久的时间。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需要努力的地方。好，等下最尾一团都會來說好事咧。好，等下看下先，23到兩碼嘅感覺對於咱們有意義嘅料理，等下來說。好，我覺得做社會工作最重要的應該是心理素質，就是你要知道你在做的事情是什麼，然後這件事情它背後其實有很多也要努力的地方，你要了解他們的價值。今日來材料嘅係緬甸華文教育服務團嘅團長林義山也最尾一團呢，如果來是好事的嗬，如果來看23到兩碼嘅對於有意義嘅料理，請處理門本人呢。係變嘅呢，所以這個是店裡。對，這個是我們店裡在做的手工餅乾，也是我剛剛介紹的電擊手工餅乾。你會建議我先吃哪一個？我會建議你先吃原味。那個是核桃，旁邊的那個才是原味。這個原味不是，你對面那個。對，那個是原味。餅乾總共有4個口味，那都是由緬甸僑生自己做的。因為我那時候覺得，其實在台灣有很多的緬甸僑生，大家來學了不同的專業。可是如果說今天他在學期間，或者他畢業以後，可以為自己的家鄉做一點事情，我覺得是很好的。所以我們單位內的緬甸僑生的夥伴來做這個手工餅乾。然後你們有很多原料就是從緬甸進來。對，所以就是也是讓大家從這個中間可以慢慢去認識到，原來比如說，原來緬甸有產芝麻，原來有杏仁子，原來有核桃果等等的，可能都是我們在台灣比較陌生、比較不認識的東南亞國家啦。對，平常可能大家比較知道的是越南吧，越南有蠻多的腰果的。那你還有什麼招牌的？是我們自己店記的話，本身除手工餅乾之外，其實還有很多中式點心啦，就是當然台灣人可能很喜歡的蛋黃酥、芋頭酥、鳳梨酥都有做。那我們也還有做綠豆椪，而且因為我們在客家莊，所以實際上我們綠豆椪裡面季節的時候會適當的加入洛神跟金桔。對，就是讓它比較有一點酸的口感，不會只有甜甜膩膩的感覺。但裡面還是有緬甸的。對，就是有一些綠豆餡料的部分。所以其實就是讓很多人大家在台灣可能送禮啊，逢年過節、中秋節啊，或者過年的時候，他們想要送禮，他就會買我們的禮盒組。
从我们的官网上或者直接来店面跟我们订购也都 OK。那它礼盒里面呢就会介绍这个产品，然后也介绍我们单位。那我取名惦记也是觉得说大家会惦记着身边里面你可能是重要的人，你才会想要送他礼盒嘛，不管是你的长官、你的同事还是你的亲人。对，那对我们单位来讲，我们也是惦记着远方的小朋友，我们希望单位可以有比较多元的收入啦，不要说都只是仰赖社会大众的捐款，可能其实他是来消费或者是来买我们的产品，但是消费也是在支持着我们。韩国除了龙潭、三门一点点，你在台北市还有一点点。对，我们在台北科技大楼捷运站附近还有一间店，那间店叫惦记你。对，那一间的话呢，主要都是交给在台湾的缅甸侨生打理，所以店长跟里面的伙伴都是缅甸侨生。那一间的料理里面就有更多的缅甸元素了，就是比如说像缅甸会吃凉拌腌制的茶叶，我们就有把凉拌腌制的茶叶入到饭里面，变成茶叶拌饭，或者是把茶叶入到意大利面里面，变成茶叶拌面。所以大家到那间店里面吃到的更多主餐会跟缅甸有关。你这个青蒿缅甸的料理很嘛给你最喜欢的缅甸料理？我自己的话是很喜欢我们店里有卖的一个菜叫做阿露，缅文的发音叫阿露，它其实就是马铃薯、洋葱、番茄去炖猪五花肉。那因为里面会加入一些香料跟辣椒，所以我觉得吃起来的口感还蛮特别的，有点像是不一样的咖喱。那我们店里有这道菜叫做老板私房饭。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店里的话，可以支持看看。还讲头都雨山某6个时间有讲龙潭嘅店面的装潢，咩係爸爸对爸爸做的。对，因为我们那个空间的话，就是希望1、2楼都可以有很好的运用。爸爸又刚好是做室内设计嘛，所以我就有请他帮我做规划隔间，然后我们有重新装潢。以米晚是爸爸路带人来做志工啊，还有人去给做到安呢。爸爸没有，好像家人应该就算很支持了，对不对？算很支持，因为像我在台湾的话，爸爸的货车也常借我调度使用。我们要载物资啊，或者要送东西去海运场，也都是爸爸来支援这样。然后我们在台湾其实也常常需要办活动，就是要租一些展览场、会场来去跟社会大众讲，我们今年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那家人也都会一起来帮忙。我们也是期待的，在接下来可以再规划一个时间，全家人到缅甸去看看。刚刚你做的要半年，读到非常多困难嘛，应该讲如果唔係，你读到困难，觉得挫折，或是觉得总是会有一些失败，觉得或是失望，或是伤心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处理呢？我自己的话，如果在台湾的话，我是很喜欢去做演讲。演讲是我觉得一个也是蛮好的一个充电，就是借由演讲跟别人分享自己在做的事情，你会重新去梳理这个脉络，然后你也可以从社会大众的反应，就是聆听者的反应中去知道说，原来我们要怎么样去讲述，大家可能会比较感动或者比较感兴趣，那我们也就会去调整我们单位要怎么去做这件事。那其实听众都会给我们很多正向的回馈，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哇，做这件事情很不简单，然后很希望我们可以坚持下去，然后有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就是可以抛出来，大家一起解决。那我觉得去演讲的感觉就会有一种没那么孤单的那种感觉，所以在台湾的时候，我自己是很喜欢去演讲。你的性格有点有趣哦，我觉得是吗？是这样吗？流行是不是讲E人，就是你的充电都是跟人一起，对，都是跟人一起，不会躲起来。不会，我不会躲起来，因为我其实很喜欢跟人互动，不管是跟我工作有关的人，还是说可能在这个圈内，但他关注的是不同议题的人，我觉得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那包含在缅甸的时候，如果充电的话，我通常就是去一些没去过的村庄，就是因为现在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一些挑战，那没去过的村庄一定更具备困难跟挑战。有时候再去看一下，就会觉得，那我现在遇到的好像也没这么难，我应该可以克服。所以我通常都会在去当地的时候，请当地的前辈帮我们安排，就是还是一些行程，去一些陌生的点，因为还是会有很多地方是值得开发的，大家也会互相介绍说那里更偏远啊，林团长你要去那里看看，那我都会适当的排在我的行程中，然后真的是天高路远的，到了一些可能手机都没有讯号的地方，然后就会看到那边真的是更需要，可是我们如果真的要把时间、人力资源投在这边，那遇到的挑战一定会更多。对，那在这种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身上还是要继续赶快振作起来，赶快把我眼前遇到的事情解决，我才有可能再把我的触角或者是我能做的事情送到更远的地方。
要扮演了志工服务的工作，已经超出你原本想象很多哈。对，我觉得是因为以前其实最早期我只想做一件事情，就是带人去那边做志工。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因为做了很多志工之后才有这些收获嘛，所以我觉得志工服务在你人生中，如果学生、年轻人或者不管是退休人士，你拨2-3个礼拜的时间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圈中，你会有很多的收获。我本来一开始就只想做这件事，这随着我们这样子带志工去，然后去了好多次以后，就发现哇，其实当地的学校周边还有好多需要。如果只靠短期志工，虽然是接力的过去服务啦，但其实能做的事情好像有限，所以才开始长出很多其他的计划，包含我们后来在当地办学校，或者是我们固定支持孩子，包含去年的时候我们有资助的孩子来到台湾读大学了。对，所以这些都是算是时间的一个累积，然后我也都不排斥长出一些新的合作，就不会觉得说我们只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其他不要再学了。刚刚你感觉对你这个心态的收获是嘛？对你自己？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很大的收获就还是会常常感恩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一路上成长都很顺遂，然后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选择。那我常常都跟人家说，当你今天能够选择你今年暑假想要参加什么样的活动，或者是你这礼拜周末你想要去哪里玩，我们已经比世界上80%甚至90%的儿童都还要幸运。因为其实在我们工作的现场，我们看见的很多人他是完全没有选择权的，他没有任何机会。你问他喜欢做什么，他只会回答你打篮球，那是因为他的生活中只有篮球。并不像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下一代，哇，可以接触好多事情，我们的文化刺激非常的多。对，那在这么有选择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要善用好我们的这份幸运啦。所以我自己最大的收获，我就是觉得我要继续的把我身上的这份幸运带给很多人。你没讲是从我去演讲，对，刚刚我同还有上来讲，要做像你们这样子的工作，要有什么条件吗？我觉得是心理素质，因为很多人都问说，哇，做这个工作是不是外语能力要很好啦？或者是你当一个 founder 的话，你是不是募款能力要很好？或者是你要经营公司，你是不是组织管理或者沟通能力要很好？当然，我觉得这些都蛮重要的。可是我觉得做社会工作最重要的应该是心理素质，就是你要知道你在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这件事情它背后其实有很多也要努力的地方，你要了解他们的价值。因为其实我真正开始经营组织之后，我也会发现我很多时间不见得是在做我喜欢的事。我喜欢做志工，可其实我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志工了，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孩子互动，因为我可能都在写企划书，或者开会，或者跑行程，对，或者是要去熟悉政府的法规等等等等，或者是要坐在这里被人家访问，对，或者是要就是去上一些节目啊，跟大家宣传很多事情，然后很多事情我可能也讲了很多遍了，但是你要去知道说这些事情对你的工作都是有一定的支持程度。我们其实遇过很多在圈内的人，大家就是会因为觉得啊，天哪，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忙什么，我可能被行政的事情、被很多核销的事情、被很多公关的事情压得喘不过气来。我觉得就是你要不断的告诉自己说，我现在忙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要成就我组织想要达成的目标。都种今日带来的小物都是当地的小朋友送给你的。对，就是一些我自己收在办公室里，甚至我办公室里面挂的画也都是小朋友，或者是我跟小朋友的合照啦。因为我自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留给我的礼物。那我自己看到的时候，就是会想到一些跟这个孩子的一些互动，然后再多想想看说，那我们之后是不是还能够做得更好？今日非常感谢二三分享安度也希望一切如果顺遂，韩国爱过平安。谢谢谢谢，希望我这次去缅甸赈灾都可以很顺利。多谢，谢谢。你会生你的饼的吗？可以。另外一个口味的话，有红茶、核桃和巧克力杏仁。这个是红茶。对，那个是红茶，红玉红茶。就是缅甸的咯。对，缅甸茶。应该不会太甜，因为其实我们的饼，其实我们的饼干都有减糖的注意，因为我觉得台湾人都吃蛮健康的，对，就是饼干类的都有做一些调整。它茶味会在比较后面才感觉出来。而且居然你们2个员工就可以做烘焙啊，出货，因为其实我们并不是开面包店让大家随时有很多货
可以拿。我们其实就是接单然后出货。